来看诈骗的案件，提醒大家都爱提高警觉。这头一站又搁是感情诈骗。这嫌犯是一个网络陪你开讲，见面怪人买礼物，有26个人受骗。其中是有一个28岁职业军人，被拐走400多万。另外一件是这 iPhone 就打出新机啊，导致嫌犯伫咧网络讲要甲旧的俗俗啊卖掉，有人照指示汇钱了后，就被拐走10万块。和翁仔翕相传互查某朋友，毋过镜头头前的查某囡仔，敢若是收钱演戏。警察公开不法疑点是部感情诈骗，抓到的男成员，竟是查某囡仔甲网友交心，但时机成熟，派出所嫌犯实际见面一步一步得到信任，分3阶段设陷阱。逐步要求购买高额礼品，再以家人欠债等理由诈取巨款。警方调查，诈欺集团准备好赎价破烂，盗版翁仔互女嫌犯重复使用，犯罪内部介绍相关有关20倍，要求10人付钱，这20多岁职业军人损失400多万上济。毋过受骗16人无人报案，拢无相信被诈骗，自认单纯分手。该案件爆出来是今年5月，有人受乌帮教唆创一诊所，拍欺负医生，检警意外查到案外案。毋过诈欺犯罪是愈骗愈猖狂，各大热门议题。也用骗人。iPhone 17多上市，社群多人大部分换手机啊，讲是家己用旧机 iPhone 16 Pro Max 卖高成新卖4500，欠债15小姐私信，被用假超商交汇变高价，损失10万。伪造便利超商的客服。然后指示这位被害人操作金流的验证，一验证下去的话，就等于是让被害人的钱转走。民众想要说，比市价低，或者是以贪便宜的方式，我觉得无可厚非。人买东西本来就这样子啊。但你必须要理解说，其实在这上面所看到的资讯，你都要特别的谨慎。警方统计，今年8月网络买物件诈欺案超过3400多件，占全部案件类型上济。更加提醒网络交易陷阱多，专研进前卖家来自保，影响民交提汇降低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